你生了容易，让俺这般输气嘞，生容易。来漫步啊，来路啊，去冲救啊，天嘞！你有何话言呐言呐？你对我啊言呐？你这个快来！今日生下妖怪，若是传扬出去，岂不是逼得人民百姓死守啊？文帅，我爱变改，爱无生妖怪呀，我爱变改。将军，不用雄辩，无事何在？是。将计立回，大业郎君，永不见面。前来。遵旨。哼，人啊！一点灵气的周太戏，用天有戏的讲灵异，用天有戏讲灵异。天罡之女的接送后，刘备各快一送计。天哪！
苏我天啊！跳出！我将秘密对你讲起，你如果不做，小心我对你无用情。教主，此前爱做神功，那么大，来将上上乱棍打死，乱棍打死。留神无助啊！千金灯啊！那身不记情，早啊！红枝千梦，那么情我叫我那鸳鸯书丹真武功，真武功。待菜口边，可有头我可我那，只见满眼春色花容，春色容。教主，陈公公啊！教主，你在这里做嘛该？用饭免色求用啊！魏公公，奴婢在此思念故乡啊！思念故乡嘛。不错，只那人之从前，我的心情是老你穷样，而你做奴婢的人啊，只有庆祝人命啊！不要再想其他的事情，大家回去吧。要得。慢了，男女为何会有演义的提高上演？公公，你谈错了，这男女用办有声音的声音呢？是我谈错嘛？教主，你还想强辩？你也讲，视同宫中的丫鬟，生下有疑，你该当何罪？公公，奴婢不敢，这孩儿会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，那是何人的？快说！这，那陈公公是个公正正义之人，说不定他能救小天啊之命啊！教主你再不讲明白，那一天突然来见娘娘啊！慢了，陈公公，你要是想的，也还已10岁，希望陈公公你能对天明示。这
了个言语，到底很骂人，为何要我明示呢？公公，求主求你。罢了，求主，你详细谈来。天才上，我曾令开在天内下，今日之事，我也是识了，人数五类该当。陈公公啊！昔日万岁来出旨意，刘妃李妃来有害意，先生太子为皇后，孙妃有福来生有礼。刘妃各快靠家庭，李苗万子来开两年，压迫我将太子开。丢郎啊，桥啊，两贵啊，姨妈。可是事情啊，弟弟事情，公公你抢看，太子，太子，太子。太子啊！可怜东京孟太子，风风雨雨全不定。刘妃各快可恨心，参开太子上天命。但听公公心中意，太子出马全可以，快向刘彻来见太子，莫看上是太中意。哎呀！闻言心中是有间，刘妃各快去了天。不再望新天风霜，为救太子啊！上金天。什么？公公不可！公公不可！公公做事要三思，刘妃还放上给宠意，你我来世不就是莫害太子命来世？我不能面君，不能免救，不能面君，不能不能免面君啊！不能免救，快向刘彻。
那是树头，树头要送何处？送往南清宫。啊，有了！求主不必太江风，可有谋策来助装？将那孩子和你从，莫非南清见天王？那是那见天王，莫非南清来见天啊王见天王。感谢公公请重视，感谢口主不送聘，保守闭妹爱小事。此片口主不南清。好，又去哪里？前面口见洋洋，不用，请你以树拿何物？哪里去？不洋洋，奉了万岁旨意，送树头到南清宫，奉了八贤王作书啊！一件也作数么？其实一了逢凶作数，快去吧。良子，完了，洋洋，以后可以亲临老口主两人穷下，其中不有缘故，你要小心啊！请你在将金盒打开，外加要看，怎的开？为什么不能开？是不是在金盒里面有什么不能过人的秘密么？跳出！奴婢那个在金盒上有万岁所答的意条，所以不能开呀。嘿啦，洋洋，那金马当杯有万岁给个意条，所以千万不能开，千万不能开呀！两位是农场，那万岁的恩爱黑么？娘娘，奴才万事不敢。各快，来，金盒拿过来。哎，洋洋，要是奉上见底，奴才爱担当不起呀！你放心，有爱家担当。哦，果然是树头。请你
在拿回去吧。树头，奇怪，太子嘞！千里，在还不赶紧送去南清宫？梁子。县令，在现在全部人才子，有么个话你快说来吧。曹啊，有乜嘅话，快说来。前帅，娘娘，请你哋看来呀！这人是嘿，前帅娘娘，抢救太子的性命啊！太子天下，到底发生何事啊？前帅，启禀前帅，娘娘可婚，刘娘娘不应该，基督李顺妃娘娘先生下太子，为了挣他皇后的地位，老各怀良言，用嘅李茂问太子，被扣住将太子抛在井水口下，我哋将佢生生害死，扣住佢下不了手，他故意我望前帅娘娘救命啊！可是断正。